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看口。现在是伫农历的7月吼，基督徒拢知影这是几啊月因为安尼，足侪人就拢会举行，足侪教会啦吼，举行一寡音乐会，叫做平安7月节。除了想要正着安尼来传福音，搁较是想要正着安尼来表明咱的信仰，甲咱所倚靠的上帝是赢过遮的鬼神。以前牧师伫做饼的时阵呢，有迄个阿兵哥住伫营区附近的社区。阿兵哥来找我，讲副排长，甲会当互什么人吼，放一个假咧。因为吼，阮兜吼咧办这个办迄个宴席啦吼，伊就需要人去来甲伊安尼斗午宴吼，咱咧讲流水席啦吼。人若伤少吼，就无面子啦。即种的民间宗教信仰，除了行鬼以外，搁咧行迄落无民主啦吼。你即个民主问题吼，倒数坐少啦，人家坐少啦吼，若坐就会当足骄傲啦吼，甲厝边来乒乓。伫细汉的时阵，常常听着人咧讲，我听你咧分家规吼。迄意思就是讲，某一个人足爱伫遐来，咱讲分家几啊，是讲打叫啦吼，这台湾人足爱讲的话吼，咧夸耀家己啦。其实大要思考是，伫咱的信仰性命是毋是像即种的打叫的性命，或者是咱要爱选择来荣耀上帝？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，记载着雅各的安息安葬的过程。比较较值得咱去注意深思的是中的一件事，就是迦南地区的人看到了后，却安尼讲啦吼，这是埃及人一场真盛大的葬礼啦。即群人敢是埃及人？也是以色列人呢？经文啊记载吼，雅各吩咐伊的囝讲：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着将我甲我的列祖先带做伙，祖先吼带做伙，埋葬伫赫人以弗伦产业的洞穴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的对面麦比拉产业的洞穴。是亚伯拉罕对赫人以弗伦买来做基地的产业，伫遐有埋葬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搁有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。我嘛伫遐来埋葬利亚。迄区园甲迄内底的洞穴是对赫人买来。雅各对遐的囝交代清楚了后，骹交起来，倒伫眠床就气就断。倒去伊的祖先遐，50章第1节，约瑟趴伫伊的老爸雅各面前低头甲伊斟。约瑟吩咐侍候伊的医生用香料抹伊的老爸，医生就抹雅各。医生照规定用香料抹雅各的身躯42久。埃及人为着雅各哀哭70日，为着雅各哀哭日子过了后。约瑟对埃及王朝廷的官员讲：我若对恁得到恩典，请对埃及王转达，我的老爸叫我着爱咒诅，伫伊死了后，将伊安葬伫迦南地，伫伊为着家己准备的墓，替我求王来允准，互我上去埋葬我的老爸，后来我会搁倒转来。埃及王讲：你通照你的咒诅去安葬你的老爸。约瑟就去埋葬伊的老爸。
甲伊做伙去诶有传埃及王诶人神、埃及王朝廷诶元老，甲埃及国所有诶长老，佮有约瑟全家伊诶兄弟以及伊诶老爸诶家眷。只有因诶囡仔甲牛群、羊群留伫高山地区，另外有真侪战车甲马兵做伙去，送葬诶场面非常盛大。因到约旦河东边阿达诶五谷场，就伫遐来大猪口大哀伤。约瑟为着伊老爸哀伤，对数7日。迦南地诶居民看到阿达五谷场诶哀哭，就讲这是埃及人一场真盛大诶葬式。迄个所在叫做阿伯麦西，是伫约旦河诶东边。雅各诶囝照因诶老爸诶吩咐，将伊运到迦南地，安葬伫万里诶对面。麦比拉产业诶洞穴，就是阿伯拉罕对赫人以佛伦买来做墓地诶产业。约瑟安葬伊老爸了后，就甲伊诶兄弟以及所有甲伊做伙去诶埋葬伊老爸诶人，拢倒转去伫埃及。家己咱深思啦吼，到底咱诶行为，互咱看起来，咱是怎样诶人？或者是讲，咱到底有荣耀上帝诶名啊无啦？保罗伊劝勉哥林多教会诶基督徒，毋通甲遐个爱自夸、夸耀家己诶人来相比啦，因为因总是爱甲人互相比较。保罗讲啊，这安尼行为是无有智慧诶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到18节，保罗安尼劝勉：阮毋敢甲熬典家己诶人排伫相比，因安尼彼此称重，互相比较，实在是无智慧。连伫恁中间工作包含在内，阮诶看口拢伫上帝定诶限度内底，拢无超过。阮无超过范围，无去恁遐嘛讲有去。其实阮是头一个将基督福音传互恁诶，阮并无超过限度，用别人诶所劳苦下做家己诶成绩来看口。阮所仰望诶是恁诶信心若增长，阮伫恁中间工作范围若开阔，安尼阮才通将福音传到恁以外诶地区，无用别人伫因诶范围成就做看口。照圣经所记载，要看口诶人，着看口主。因为毋是家己推荐，是主所推荐诶，才是堪得受接纳诶人。基督徒所要看口诶，绝对毋是家己，是透过咱诶软弱，透过咱诶行为，互咱诶生命来展现，来看耀上帝诶名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着讲：若毋是上主为咱，若毋是上主为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生气诶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；大水早就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淹没咱，凶狂诶水早就甲咱淹死。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食落腹。咱诶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诶人诶罗网，罗网破离，咱得到逃脱，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诶名，伊是天地诶创造主。求主帮助阮来学习谦卑，并且注重阮诶生活，互人因为阮诶生命行为来看见上帝，互上帝诶名来得到荣耀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